笔记本用久了容易发烫，你还在到处找瓶盖吗？有了这个小东西就省心多了，把它粘在笔记本后面，可以实现3档高度随意调节。调整到舒适角度的同时，还能加快笔记本散热，而且吸掉也不留胶痕，用起来是真方便，推荐你也试试。这是一个用笔记本的人离不开的小东西，自从装上了它，笔记本再也没有发烫过。锌合金的材质，笔记本坏了它都不会坏，用完折叠收纳，随身携带很方便。关键是不用了取下来，还可以给手机当支架，难怪有人说这东西是可以传家的。自从笔记本装上这个支架，就再也没有发烫过。铝合金的材质比笔记本都耐用，3种高度调节，空气更流通，打字也不累手，用完折叠起来轻松装进包里。